年嚟做嘅户外实验节目，特辑都会带领大家去到台湾各地来探险。来参加嘅一啲小朋友会伫烦恼嘅路况接受各种挑战哦。有的任务爱自家完成，有的任务需要同朋友共下合作。除题爱比户外发通，还爱比文学、艺学、操作同观察力。你哦，共下来去看下人大家身上嘅素材。澳洲48點鐘進行到天氣規了，連沙期盼嘅市場太顯嘅些人才發通，對全台灣來嘅小朋友到時都有動站地位表現，實在唔知按樣嘅套裝好，精美顯出嚟生嘅各有特色嘅小朋友，根本也會再個選出12人來正式參加比賽，向下來看下其他地位表現。今日就來到台北市立大學運動能力分析實驗室，來做乜嘅呢？因為天氣季嘅澳洲48點鐘主要任務係環島，環島我有移動能力，比如講體力、反應力同耐力。故所我先來用科學嘅方式來測試大家嘅各種能力了。我是陈怡恩然后来自云林虎尾，今年9岁，然后我的兴趣是打武术。我觉得会入选的原因是因为我表演很精彩。我是江怡菲，我来自宝山，我今年9岁，我的兴趣是骑脚踏车。我是洪同君，来自苗栗头份，今年10岁。大家好，我是張作梅，我戴總樂，我今年11歲，我親愛騎士人才。什麼太嘎？我是林佩颖，来自高雄市美浓区，今年11岁。我的兴趣是看书，还有听音乐。大家好，我是陈瑞，来自西南国小，我今年11岁。我的兴趣是打羽毛球。我是宋佑慈，我来自台北市，今年10岁。然后我的兴趣是拉小提琴和游泳。各位大家好，我是康根甫，来自苗栗。今年10岁，我觉得会入选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可爱而入选。我是陈瑞，我来自宜兰，今年11岁，我的兴趣是运动和看书。大家好，我是王爸爸，我来自屏东，今年10岁，我的兴趣是打棒球。我是张晨优，来自新北市，今年10岁，我的兴趣是打羽球。我是陈正强，我来自宜兰县苏澳镇，我今年10岁，我的兴趣是打乐棒球、玩足垒球。我是张子恩，来自宜兰苏澳国小。今年9岁，我的興趣是下圍棋和看書。我同校面孔老可樹，很用上圍棋，好高階沙灘，我最後可惜，和你界苗片球。我是周美范，来自新店，今年我9岁，我的兴趣是骑脚踏车。我是蔡怡轩，来自宜兰县东山乡青沟国民小学，我今年10岁，我的兴趣是骑独轮车。一道哥哥要做乜嘅呢？哦，原來大家哥哥嘅肚腔都有一個小公司，聽到口令就愛偷一個哥哥嘅。地圖嘅號碼就係根據所有發通嘅信息同分組。也下
enjoy 去进行体能测试了。今天测的项目包括身高、体重、体脂、BMI、握力、坐姿体前弯、3分钟登阶、平衡能力跟反应测试。那其实体适能就教育部的定义，它有一些体适能的基础定义。只是我们在测验的时候，通常会涵盖一些大概我们所需的其他包含的药项。卡力同重要，因为有同道力都係對數項傳出去。經過測試，是愛卡力有達到優點就做得加3分。好，可以了。对呀，14.1，所以最好是15.9。可恶，我就是13.7。好，排队，放在旁边哦。好，用力握。好，可以。又用力握嘛，再一次。好，我们再一次握这里，对，用力，好，9.6，所以最好是12。不要看哦，好，往前看走，好，冇想到佢起來按世界嘅安兒飛，竟然長期自家睇到優點，恭喜安兒飛加3分哦。一次，來放着，用力。你是幾號？8號。我的妥瑞氏症就是会自己不自觉的会去发出一些声音，或是做出一些不自主的动作。有妥瑞症的阿子人，從細就受到比配的聲音呢，還較大嘅壓力。在小的時候不知道他有妥瑞氏症的問題，因為是5歲多才發現，只是偶爾就是眨眨眼睛這樣而已，聳聳肩。然后后来到3年級之後，因為他可能有壓力，所以他整個症狀變得很嚴重。可是因為他是班長帶隊，那帶隊整班的同學都會看到他那個表情，所以有些小朋友就會取笑他。然後他說，我希望可以透過老師的方式來跟同學宣導事情之後，就沒有同學再取笑他。那你希望大家怎麼接受、怎麼配合，讓就是看到我有這樣的動作的時候，就不要用異樣眼光看我，然後笑我，這樣就好了。幾歲？9歲。9歲。然後這個點是你的重心，然後你要對準這個，可以往前站一點。平衡感好嘅人，肌肉穩定性較高。也下大家睇到儀器項，分別同目組8起來，韓國同目組10點，愛進行4擺嘅測量。評分率前後嘅前6名各得到2分。覺得我最好的應該是平衡能力。我覺得到最後有點可怕，就是閉眼睛，然後又要踩泡棉，然後就一直歪來歪去。然後可是到最後我就有比較穩下來，一開始很緊張，就一直偏左偏右。恭喜阿米芬、阿祖妹、阿皮、陳宇、阿子妍、阿妮妍，評分率前後各得到2分。反應力測試，反應力強嘅人較考較貴認真。一項測試係看到燈嘅錯就會出拳頭，反應輕強嘅前6撒得到1分。先放鬆，好不好？等下這裡亮燈的時候你就用力打，打1次就好了。來，預備。1次就好，小朋友。沒關係。等。對。好，可以。好玩嗎？硬嗎？會不會痛？不會。可以了。看上面。反應力
精强的60成员分别係陳蕊、阿北快、阿米芬、阿北娟、阿正健同阿曉蕊各得到1分。這套測試含包含名人速度同上下段訓練，大家都當達標哦，完成所有嘅測試。前面按強聲音式嘅注音同按綜合所有測試，本提升人前後嘅前60各加2分。恭喜陳蕊、阿爾菲、阿米芬、阿竹梅、阿北娟、阿江富各得到2分。雖然有啲成員分數冇乜嘅以後，唔過冇呢少哦，體力同耐力就得透過訓練來加強，而更加重視嘅係團隊合作同溝通嘅能力咯。下面嘅任務就係愛考驗大家嘅團隊協調同組織能力，來看哪組表現得清好。反導計劃，各組成員愛規劃佢哋反導計劃，愛包含儲蓄、餐飲、電路。前面由製作團隊來打票，得票前高嘅組得3人就得3分，第2名得2分，第3名得1分。去查，你要查什么？然后环岛路线谁才负责交通工具？那你来负责4种以上的交通工具。那旅游景点，你去找旅游书，一次拿1本，不然会不够。可是要有3餐。3餐等一下我要跟他去拿，在一起指定。你要拿呀，你要拿旅游书，那你也拿旅游书，你决定。那你们2个合作，你想你决定要去哪里，你要告诉他，他去找旅游书，好不好？所以我电脑作业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来。那你简报你就发表，好，发表跟电脑交给你。好，来，再重复一次自己想要做什么。你开始。我是交付的交通工具，要使用工具，环岛路线。环岛路线。就是一开始我就问他们说，谁会报告，然后谁会查资料，谁会用电脑，谁会找书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发表各自的专长之后，才决定谁要去哪里。那他们都同意吗？他们都同意。我们的专长刚好就错开了。台北出发，台北就1了，台北1个。不要，从新北市。我们要一个环岛路线，所以我们要一个圈再回来。是环岛路线。台北涂颜色，是宜兰县。这个是什么？台北新北市。3种名产，这个算什么？花莲县。等一下，我去找叶子。那谁要找书？找书。好，他找书。那你要，然后还有什么？然后没有啊，就是这些都。我也来帮忙画。好，你也帮忙。这样子找书的人会太少，因为找书要一次找1本书。对啊，这是可以讨论的。这个书很多要讨论的。我们现在有40分钟让你们查资料的时间，还有做整个计划。开始。你干嘛？电脑。怎么可能车遇到电脑了？他们2个是。你们2个是找环岛路线。环岛路线我们去找。先回来。好，先讲你们要做什么，先说。我们还没讨论完。你们5个人谁是主要8号司令？1人啊。1人哦，那大家听他的吗？有时候就大部分都是听他的啊。其实你呀？对啊。哦，是他们推派你，还是你自己做？我自己决定了，结果他们也听我的。有听你的吗？哦，谁是领袖？谁是8号司令？我没有选啊，我没有。没有选？没有推出谁要听谁的。花莲就是麻薯啊！你要看这里啊？对啊，等下停。花莲是绿绿的。那我们谈山神爷爷。我想到苗栗草莓、花莲麻薯、屏东什么？不，台东米。好，我也在。因为反正我们到这边之后就没有。台东米你要啃米哦？不是啦，伴手礼带回来啦。哦。也做好討論到實力就講唔會使，也得會規劃出乜嘅有好高有好實力行程呢。这
这个。我们先承认，我们先去那边写3个住宿区。武汉去哪里？凤山。对，凤山，我们这里凤山，所以我们要坐到美丽岛转车。对，美丽岛转车。这里有轻轨路线吗？我们先写饭店哦。有哎。好，你不是写错的地方，不要写太吵。写3个。你去拿海报书，他那本书应该已经查好了，或是有地图的话就给我们就好。像我们其实有办法完成了，但是太多人在电脑上面，6号、7号他们就一直在那边画图，不帮忙查资料。火车什么？火车号是700，700你知道骑多久？我没手机耶。这里是中央山脉。对啊，就是也不要太，也不要写的乱七八糟。几分钟？7分钟？什么？3分钟了。对，要好像说3分钟，要快一点。还有3分钟，看第一个要去哪，第二个要去哪，第三个要去哪，然后你就喊第2天要去哪里，要去哪里，要去哪里，就把它做得更精细一点。好，我们现在先请第3组进行报告，开始。我们规划了去高雄还有屏东，然后我们先从交通工具开始。我们的交通工具呢，预计从台北出发。交通工具第一个要搭乘的是高铁，先搭乘到高雄，然后就可以看到第2个我们是写捷运的部分，然后就是我们要去吃我们的早餐了，没有错。搭高铁到那苗栗去采草莓，然后草莓就可以带回去当那个伴手礼那样。3个人只有3个人。我只有2个留守家。留守家，到椅子被搬走了。你们的旅游景点是什么？旅游景点哦，如果是在云林的话，就在山上走走。不想花太多钱。至少还有，而且还有那个什么预算，有预算。哦，你的预算多少？你们的预算是多少？1000多。还没有决定，就尽量省。哇，大家真型都动腔呢，大家行程都当上瘾。经过工作人员打票过后，结果出来了，陈宇发挥一定站的良好能力，带领出演成功得到10个票，到3人做得第3分。嗨，我係劉元珍，我係顧亞咪。大家攏講嘅講客家嘅改好，所以我哋教大家講客家話哦。錯，因為愛環島，所以我教大家用嘅念台灣嘅地名哦。台北、桃園、新竹、苗栗，還有南投哦。南投、雲林、高雄、屏東、宜蘭、花蓮。我見到呢，也辦教遊戲我用到哦。客家3匹球，3組各派1粒以外為負責得球的，其他人都啲範圍都好，分球的得到的人，愛聽聽講客，嗰個人就做得留下來，講差就淘汰，前面留下嘅人簽到嘅嗰組就加3分，第2名加2分，第3名就加1分。接下來愛進行客家3匹球大戰，也係綜合提升人反應力同團隊合作能力的任務。
经过按精彩、按激烈的比赛，青迷又全部就会什么嘢也做打头名，也都合法讲到清好，得3人得到3分。今日的训练，第1集法通当中总共有8关，成员按照顺序同8关都做题。总快做题过後，由教練就成員的表現選出前6殺，得3人各加1分。好，準備。往上丟，可以拋多高就拋多高，對，快點，快點，再加速，快點，快點。停，好，大家換站。今年嘅青迷和任務愛進行今日的訓練了，答關都係教練用心設計，做得增強體育嘅耐力。對接下來愛挑戰的各項任務係都要報出嘅哦。往上拋，2、3、4，對，來再來。教練選出表現稱好嘅前6殺，分別係阿北快、阿自然、阿米飯、阿皮影、阿正健、阿後裔，各加1分。好，所有嘅任務都完成咧。今本日嘅積分，除咗體能嘅測試以外，還有整體表現嘅加分。主要係愛看有積極參加冇，會怪東怪西冇，做得表態起價冇，也都分別本前6名加6到1分。算來係先到耐心呢3人哦。這6位，恭喜你們入選哈！好，你們剩下的有6位。是今天表現最好的、成績比較高的前6名，江宜飛，恭喜你們3位哦！好，入選前6名裡面的3位，剩下的請靠攏坐好。陳瑞，你覺得你會入選嗎？最後一個名額，宋竹梅，恭喜你入選。其他成員未都表現到當好，相信下擺嘅錄像會變做大家親寶貴嘅經驗。下一集愛正式開始各種挑戰了，準備好嘛？聽定下到共下歐洲48點鐘。好，这个很好念，行走，很好念，对吧？行走，你家啊，好。